这个地震嘛，造成部分所在信号断去，就像讲伫咧花莲天上，都因为路断去，维修人员嘛真恶入去处理，所以数位部即马是甲三套架轨道的维持设备送去到附近运作。这嘛是咱台湾第一届使用架轨道的维持技术来支援灾区的通讯。 利用直升机来载运设备，数位部甲 TTC 电信技术中心的工作人员，将三套加轨卫星设备送去花莲天祥。它本身有自己的电力，就是太阳能，所以它不会依赖地面的那个电网。不论说是跟那个使用者的卫星电话或者卫星数据机通讯，全部都是无线通讯，所以中间就没有什么缆线可以断掉。我们就有能力透过卫星当做中继站，去跟离我们距离很远，可能在灾区以外的那个地面中继站去进行通讯。 在7.3发生的花莲强烈地震，后不少通讯设施受影响。其中花莲天祥地区因为交通断去，用要加做通讯高度。加轨卫星功能用上做是太空中的基地台，无受地表天灾的影响，继续传输信号。 中华电信将因部分的OneWeb 加轨卫星终端设备加 WiFi、AP 提供给数位部使用，也加做台湾第一摆将加轨卫星通讯用来协助救灾。 我们今天要去实现高轨道卫星通讯的话，我们需要用的那个地面设备就比较庞大。低轨道卫星通讯，一方面技术上有很大的问题，第二话就是成本问题。低轨道卫星单颗的视线范围很小，如果我们今天想要提供连续不中断的服务的话，我们不能够只用一颗卫星，就迅速追踪、迅速切换。可能也因为马斯克对中俄这些国家的态度而有一些疑虑。不过最直接的还是法律规范层面的影响。电信管理法就规范这些公司在落地之后，外国人直接持股不可以超过49%。 SpaceX 只愿意设置独资公司。以加轨卫星来看，Starlink 的卫星数量较知名度搁较悬，毋过要落地也要符合台湾的相关法规。另外，中华电信是伫去年11月跟 OneWeb 签约，未来数位部这个单位也继续甲民间业者合作，强化数位韧性，确保拄到紧急状况仍维持通讯。记者综合报道。